哦，看到一上瘾都给骗，气喷喷的面动书，用的形容他的情绪呢，用亚激发，唐后了，激发天呢，激发天呢，激发天呢，他生气了，听到这一句话要怎么办呢？哦，散开眼的喂，就会爱卡声音的喂，不然到时候他生气。你就会遭到池鱼之殃。安尼迪摩，现在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老希，气发天嘞！气发天嘞，他生气嘞。他也会生气哦。对，他是好好先生的。不然你去看他怎样。打不通，怎么都找不到人。你在发什么神经啊？婉儿，你来的肚后刚刚好。来，你过来一点。既然你这么肚后刚刚好来到这边，那就让过来一点，过来。发起一下！你干嘛突然发 K， 吓我一跳啊！我当然按 Ken 这么生气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的好朋友跟我加钱借钱5万块，说好了要晚钱还钱的。我跟你讲，他本来上个月就要晚钱还钱。他不但没有晚钱还钱，他人还跑不见呢。国不穷，不得已的话，也只好使用法律来处理啦。国不穷，不得已用法律。不行啦！我跟他10多年的交情呢，万一走到对簿公堂，那不就连朋友都没得做了？也难怪你按 Ken 会这么生气。好了，你去忙，我继续打电话找他了。复习时间，他生气了。气发天嘞，气发天嘞，刚刚好，肚后，借钱，加钱，还钱，晚钱，不得已，国不穷，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